個人平時啲人話希望父母長命百歲，係好想，但係呢句説話應該係幾十年之前嘅人講，因為而家醫學可能好發達，人咧年紀越嚟越長，可能唔係一件好事。成日我都問自己，同咗佢哋入嚟係咪我嘅決定係咪錯咧？唔啱咧？其實有時諗下自己將來都唔知點，好似為咗佢哋而生活咯。由細到大都係接受咗之後就要面對啦，冇得再去諗翻之前對自己有啲唔公平，大個就都接受咗㗎啦，係啊。